诗篇，幸福全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人讲的，也遐挨太花家的，也个辛苦，还有价值的。 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应许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竺的花而已。俺没骗你哦。是的，但是亲国说要跟我分手，可是我知道他是为了不想让我们父女决裂，才这么说。多桑，他的善良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善良，根本就是男来父母双标。听讲耶，天来叫我去动死。为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陈贝贝？他现在是农会的理事长，负责经营四角林。我最近刚跟他联络上，我才知道他第二个儿子刚从美国留学回来。我想要安排你们认识一下。我不要。他比潘朝胜好上千百倍。再好都跟我无关，我只是喜欢半早生一个人。Yukiko， 不要再说了，多桑。我的婚姻不应该在你的账本里面。我求你不要把我当捡香饼一样来买卖。八嘎！我想尽办法帮你安排，就是要你过好日子，你却说我要把你当商品买卖，你真的把多少看成那么没人性吗？多桑，不要逼我嫁给我不爱的人。我帮你安排的每一个人都是前程似锦，哪一个会输给那个穿破袜子的潘朝胜？真正的幸福不在锦衣玉食，而在彼此心灵相通。我跟半朝胜是真心相爱。等到哪一天你三餐不继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爱情根本就不值钱，连1毛钱都换不到。我只希望能帮我徐某人的女儿找到一个好人家，让她的婚姻能够美美满满。你现在要怎么看我都没有关系。给我！丽莎，你若提到出门以前，不准Yukiko行出来检防一步，对吗？哦。Yuki， 你就爱惹你斗上生气。来 ，Yuki， 想开一点啊！以你的条件，要找比那个潘朝胜好的人多的是啊。迄个本现在，因为现在放弃法庭，也系现在放弃Yukiko。我迄通通只是非常的小舅，哪有可能系话我要摕你个罢工的法家？
我的圣玛呀！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不怕啊！你带我走，我愿意放弃一切，就是不要跟你分手。为爱死好像听起来很浪漫，可是如果阿强一旦这么做，我看是也不用再画了。阿小生，呀，下电影上，小可呀温柔，黑毛吼，就一条杀条天天。来，做乜嘅？来拿等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你双摆本来请还油呢。还有拿等啦，这收费本是翻用的呀。哎呀，不买到新衫新裤，看做开乜个害啊？啊，当减少呢，也要30元哦，舒服。好噶。啊，来哟，差不来。跳工了好快哦，即刻睡到呜呜困，很爱来做事。여기この後の夜全然寝ないの？ゆきちゃん。什么是三种式的？所谓三从四德，就是从父、从夫、从子，妇德、妇言、妇容，夫公啊。不守三种式德，就不是好女人，是不是？大概吧，大家都这么问。那我不是好女人，因为我不想接受多桑的安排。Yuki， 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。我觉得你没有错啊。而且凭什么我们女人就要听那些男人的话？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主见，追求自己的爱情吗？六狗，既然你跟我想法一样，那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助けて。那我怎么帮你？
りがとう。好啊好啊，快走吧，晚点发现就晚了。你在干嘛？ 家了，你快带我走。坐。坐。没时间了。我知道没有时间了，所以你坐好。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也没有退路。 只是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带我走。你回去做。阿翔，我真的没有时间。你什么都不用，真的没有时间。你回去做啊！ 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带我走。你回去做。阿翔，我真的没有时间。你什么都不用，真的没有时间。你回去做啊！做。起床了！你们两个这么好睡，都已经那么晚了。Yuki 啊，娘豆上等你吃早餐了。嘿，嘿，小高娘安坐。娘爱你了。啊 ，Yuki 怎么来意 ？Yuki 啊，Yuki 怎么来意啦？你讲啊。 哦，呀，这细妹贵的呀！你我都安样对Yuki讲好嘿冇？我同你讲啊，这细妹人的名节都比马街都较重要。我用不定哦。你哦。我们那晒有伤。别讲嘛，都无效啦，杀落去难人，我真係變做你啦。 哎，你聽到做乜緊咯？做木啦！铁公伯，拜託哦，外婆要去長老盤求神，莫把阿 Q 捉到哦！拜託拜託拜託！你說話啊！ 你說話啊！我想盡辦法跑出來。阿強，我真的不怕吃苦，就算是跟着你吃稀飯，
我都愿意啊。我还没说，客家人不吃稀饭。我们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，不应该有交集。你真的要这么决定？我放弃一切，却挽不回爱情。我走了。さよなら。Yuki，快些！我冇辦法飛動我所有嘅冰田，冰田係從細到大嘅理想，像原諒愛。我哋我想到嘅，想到當初咩當通，我咩但槍因為兩敗反對，冇想去留唔強下。我喺想到，你嘅將來唔掂喎。面對將來，我真係唔知我自己有辦法幫你幸福嗎？尤其我勇敢嘅細妹，你很憂傷，你很有夢，我做得冇原諒愛，不過將原諒。要相信兩把，佢愛我。感情嘅事情，冇乜嘅錯也唔錯啦，將有真嘅留解。尤其愛係真嘅，愛係真嘅，愛要懂通，懂通啊。Yuki。该上茶了。上茶。跟那个 Yukiko 真的都没联络了，可惜啊，一段良缘就这样结束。老实说，你后不后悔？后悔有什么用？好香哦，是什么花的味道？野姜花。阿才，你带野姜花来干嘛？好生，你还不承认你已经后悔了？看看你一脸失望的样子。Yuki 来过了。 他说这是要给你的。有来过。他说：“恭喜你毕业，祝你鹏程万里。”曹胜。
看来学子他没有恨你。你现在赶快去追他，或许还来得及啊！快去啊！快去！姐，唔也去前面做嘛？我去同佢恐嚇，也比佢多送錢嚟啊！係咩唔啲啊？唔啲，你當初都係唔啲咯。春男美人好冇？佢有勇氣的喂，希望去同佢恐嚇，希望嗬，即用雙拜嘅天，唔好再去前面。 買藝術東西嘅，等下準備完貨才會失掉。吃鸭杂。哎呀，冇那种哦。鸭杂皮做做的，清口干的，唔敢攀得吃。你爱创业来呀？下摆时候做欣赏诶，要青太早当然留不密实的呀。哟，你去到去做嘛？在面呢？夹夹啦。 啊，这样等下做全部的。哦。啊，那一冰冰啊，那。说什么？你带我走吧，我愿意跟着你到任何地方，什么地方都好，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我愿意放弃一切，就是不要跟你分手。 阿帅，你先转啦，人还没讲还有事情，不敢用力就转了哈。我该东西啊！哎，阿舅，我回来啦。
还会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事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。我应该啊。阿帅，你先转啦，人也没讲还有事情，我敢用力就转的哈。我开公司啊！喂，阿姐，我应该啦。阿姐。找不到 Yuki 就来找我。他找 Yuki 啊？拜托你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他回日本了，你找不到他了。不可能啊！我早上还收到他的野姜花，他应该在台湾吧？潘朝生，你真的很奇怪。你害我被骂就算了，连 Yuki 跟着一起倒霉。那他要跟你走，你不肯，结果你现在就跑过来说要找他，你是怎样啊？你欺负他心地善良，好欺负是不是？听我解释嘛。你不要解释啊，反正我也懒得听了。Yuki 为了你这种人那么懦弱，还跟他头上翻脸，一点都不值得。你骂得好，我真的很懦弱。但是我现在真的要找他，麻烦你告诉我，拜托。这是 Yuki 随身的手札，把我交给你。我舅舅已经帮他安排订婚了。拄到机的呢。哎呦，明明哈，啊这样做了这样说。生意免骂的啦，多金慢赚。哎呦，等一下咩？你不会阿酱凊态哈？我迄复查满分无，我看人家就显示咧。做唔得啦，根本阿酱凊态，等下怎使啦？挨迄家爸呢？哎呦，穷样啦，死海人的穷样。好，今日10岁中周的。好的。阿爸，阿爸未？哎，真来啊，真来啊！阿菜哦，真来啊！哟，你抢雨伞啊？阿酱嘞？爸妹，有吼，迄台中超有名的太阳饼，你识看哪嘞？哦，我是问要抢雨伞，阿酱嘞？啊？是哦。讲啊！哎。我娘个呀！係啊。哎，我去台中看幾回。哦，冇啦，佢冇用嘅啦，佢吼冇聽係轉來。冇聽轉，佢幾耐呢？啊！哎呦，我咩唔對樣講啊？係上吼，他喺台中請3年啦。請乜嘢？根本要叫彩無？你係乜人？係佢嘅朋友叫彩無。你冇彩。王先生，要去個田雞做高天咧，有吧？你喺彈弓嚟攞佢強氣嘅喎。王先生，
我做对见见面嘛。做唔得，我係說本嘅機會，係以這個放棄信仰嘅，佢必會有個場面，完全就係自己咩出嚟嘅。楊爸，後生嘢，後悔了嗬！啊，老了嘅經驗，當作係你一生嘅教訓。本記得機會來嘅時間就要好好嘅把握，千萬唔好錯過。錯過咧，唉，我知晒，我哋安排 Yuki 咁會幸福。當然會幸福，只要你冇嚟搞手機，你天錯我幸福嘅。談清楚嚟，唔好揸我嚟到人面頭前，哎呀，會破壞人嘅幸福，會害佢艱苦。你真認為佢好，就唔好揸我嚟前佢。我希望本自己嘅祝福，唔係勞教。我這裡。叫安用啊，佢阿將吼，就是搞就冇想清楚，要做陣去尋 Yuki 嘅，搶乜嘅用？搶你的什麼？臉部卡住冇？冇志氣。哎呦，你真有志氣啦，安尼做得冇？啊，這樣失戀已經真艱苦誒。那安尼講，是才有做你的媽個阿爸。哦，失戀就做得安尼啊？什麼嘅暗道咁有事嘅話？啊，這樣係有情有義嘅人咧，怎麼安尼表唔下 Yuki 啊？你講到一點吼，只有傳統愛啦。嘿嗱，傳統。咩啊？啊，出來行行啊！唔係妒忌啊，我試試啦。吹咗喏，我唔想識嘅。阿財啊，唔是客氣喲，識家條嘅哈。哦好。啊，當未煮嘅菜吼，嗱真唔會客氣呐。好，安子姐。幫忙，啊，看阿爸吼，按社會用嘅，唔用唔會喏。哎呦！做失戀天天咩？有冇吸引啊？再講吼，沒好啦，本阿醬一隻經驗啦。放咧，老以前就冇香香咧，也去思想吼，同你都死推呢，老我拍拍手。我老公講啦，吼，阿伯妹啊，以前啊是親眼學嘅人，你哋啊怎麼按才過，係冇？你看，我呀是老了，我知道哦，上次哦，你哋都啱啱係過咗河嘅咩？看佢唱阿姐，安尼為咗愛情啊，浪費時間咩？叫做清秀的。唔得去尋 Yuki，又尋唔到。看呐，谁呀哈？嘿，呐，你看呐，按你这样讲嘞，他妈，哎，谁啊？今天在溪边遇到一个学生，很会画画，很有趣，竟然把鞋子借我穿。天哪！他竟然就是帮曹生那个借我鞋子的人，好美哦！
美在哪里？光跟色彩的变化。你懂光跟色彩？你学美术的？我只是喜欢看画的，尤其喜欢印象派。没想到小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了，我还巧合的碰到他妈妈，缘分真是奇妙的东西。他牵我的手了，我们一定会幸福。我那么的努力争取，阿蒋，你一定要感动多少？好美的风景。好美的人哦。我抛下自尊，他竟然不要我了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恋。Yuki， 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。哪有？我怎么没听到？猜哟，嘿呀，是来安泰你的，还我也是啊。哎妹，算了，这回奶啦。你算了，你奶啦？阿佳，阿佳，你哦，你唔讲啊？哎，阿佳，你要完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佳，弄吧。哦。我咩都按哦。强烈的沙漠，专门都按样，超马嘅男人，定而康嚟吼，无论妈妈做唔得。哎呦，唔係老姨媽吼，我都潛素養哦。誒，唔到我講乜嘅呀？唔搭拜主講我唔夠生日咧，我也好講佢兩句嘅，唔要按嚟講。佢高生嘢咩？我看乜嘅看啊？唔也老姨媽哦，係愛佢死係冇？乜個都唔點樣我中意你阿爸。爸未？阿錯，都好。我老公講，阿醬吼，幾年咧昂神，你去看一下啦，看佢啲相物啊，嚇。應該都唔是少啦，阿見尾嗬，就要過來看佢。哦。潘朝生，你諗咪空起來啦？我空起來嘛？我按你使用的好冇？很多是在懂電影腦咧。唔看一筆啦，喺你設計到褲襠拿到嘅呢？見呀嘛，我呀冇呀，冇係冇，冇係病態了。唔准我研究，就去冇看過邵先生，佢當關心咩應啲門呢？迄個我老法度不用睇到，我咩唔是老囉嗦啦。
唔即刻終於落上交代。阿財，我心肝都痛痛嘅呢。你就家人嚟行做得一樣嘅，尤其佢是中醫就硬硬做得一樣嘅咯。係咩唔點解樣嘅？有一點條魚就會痛嘅。明明應該攞記表唔記得咧，但係又係會印象記嘅。係咩唔點解樣卡沙？切同一團感情，就兄弟神可能發到啦。這個因為痛咩會好啊？阿姐，我係要動到事情去做呢，我要人家嘅夢想去完成呢。喺個唔知咁唔行出嚟嗬，馬上就冇辦法讓我們聽數啦。潘朝生，你到底要不要畫你？哥！孙娘，日脚啊是无比头白了，啊，此刻结上客下，要注意点哈。哎，买定爱啲啦，我要不要上山啊？我到年代怎么转来？唔出家事。哎呦，行啦行啦，系关系啦，无贴目的度吼，系点都较掂亲啦。爸，我想老吳叫我去神空啊。安尼親好啊，冇，呢度也未講一下啦。係，等一下。伯公啊，今日下要上山咧，保佑我屋下太歲平安。爸，有條書誒，你講嘅嗬？有書嘅啊，差唔多老唔上下年紀，我書誒實在苦，唔會比人較少。有三項超過100年嘅書誒，一路上去到下過山丹啊，體嘅菜嘅花，有冇玩改？人生嘅路，乃會無彎差來差去。係講按腳做實質嘅話，給我唱下去。阿姐，呢度嘅人要起手機，變到安尼，無分無樣。本來啊，我想要罵，但係唔肯聽爸上來也山當，愛注定唔想我本出家，重新起義啦。
上攀登吗？还是阿爸，我唔少呢。阿爸，真喜欢一条睇书嘅，留佢當做出家，供出來了。看到佢一條不風樂意，也祈禱安財，挨出千腳啊！唔係阿奶嘅，冇輸本佢一條。Yuki， Yuki， Yuki， Yuki。上海留嘅生意記得，你會安難；也是上唔記得，就也是記得。看見世上滾滾嘅浪花，追尋了嘅真情，發出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高嘅神奇。向。